为什么一定要知道这个词？因为你去国外的时候，他看你名字，绝许诺。你要讲未婚哦吗？绝许诺。绝nationalité。听不懂要回答我啊！你要说 Je suis。好，很好，很好，谢谢同学。好，谢谢。所以这边虚暖，因为你一定要认识虚暖，因为你名字跟虚暖长得一模一样，哦，很像啊，有的拼音会不一样，像舒淇的拼法跟中国的拼法一样，哦，所以有虚暖跟虚暖是差别一样，这边会有个字，怎么发音？那我们还差什么国家？日本。japonais 很好认哈，永远都是 japonais。来，我们连连看喽，连看。侯孝贤il est台湾内 ，merci beaucoup。来，看一下哦。有。哦，在那边吗？老师选一个。好，Alice，Next，Cristal。Avec le nom, parce qu'il y a deux cristals. Cristal， 陈思曼。陈思曼。还有谁？斯马布基萨托西，他是伊雷什么？念出来。这是什么？沙波内，来再念一次，伊雷沙波内 ，OK。谢谢你又醒来，来安慰奖，醒来安慰奖。好，很饿哦，很饿，那等一下就请举手。好，那同学来请舒淇，来，两位一人一个，舒淇谁？舒淇谁？舒淇。台湾嘞。句子 A。没收，给你。来，台湾内 ，merci。对，来接着哦，这不是自制宣传哦。来，再来。A。张正。伊雷。伊雷是台湾内。好，台湾内啊，别 OC 台湾内，OK， 谢谢。来，台湾内，最后，谁？周韵，哦，CH 拼法，这个都是通常是中国人，所以周韵 ，elle chinoise， OK， 也 chinoise，donc。做个句子哦，来，1、2、3，来，全部包起来的。这边，这个问题。来，有奖征答。3、2、1。好了，你了。送怎么拼？阿干，我以为你说阿干呢。怎么拼？SONG， 好，法文要怎么念 ？SONC，OK， 谢谢同学，感谢配合。来，3个打勾的都是台湾人，所以我们这边有没有注意到？
S 后面可不可以再加 S？ 不能。哦，所以 S 就让它 listen 上。那最后一个问题，这个是最难的哦。Ils sont 他们的共同点是什么？他们都是什么人？对，怎么拼？来，你讲听讲。好，我提示你 ，Asiatic。阿西亚就是跟阿西亚 ，yes。这个怎么结尾？来，谁会？来，被抢走了，听到了？来，请。好，ils sont asiatiques， 或者是这边有连音也可以，ils sont asiatiques。Merci beaucoup。强呢，我下次给你大片的。好，那现在老师时间差不多嘛？好，那我们最后来复习一次，用代名词哦。侯孝贤，所以他是 e 了 a 了还是复数 e 了 ？e 了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侯孝贤以来台湾的意思。侯孝贤以来台湾的。来。Sumabuki Satoshi， 伊雷沙波内，你看整个念一次 ，Sumabuki Satoshi， 伊雷沙波内，来，舒淇 ，L 台湾内，张震，伊雷台湾内。张震以来台湾内，周韵，elle chinoise， 所以侯孝贤、舒淇、张震、ils sont台湾内。侯孝贤、Tsumabuki Satoshi、舒淇、张震、周韵、ils sont， 来要加一个字。我来这边记错了 ils sont tous， 全部的意思啊 ils sont tous asiatiques， 他们都是亚洲人哈。好的，剩下2分钟，我们就把影片后面看完吧。你看后面那个，这是今年的一样。大家解释哦。啊，这是时事啊，所以时事大家还是要懂。On appelle en France, de façon impropre, les films de kung-fu, les films de sabre. Pourquoi vous êtes intéressé à ce genre et qu'est-ce que vous avez voulu en faire? 为什么你会想做这种电影呢？可以听一下。跟他来说，来
大家有空可以去电影院看看，支持一下台湾自己拍的武侠片哦。电影其实看了很多，从以前到现在，从第一权时代来的时候，看这样。大家有看过恐怖片吗？邵氏，我还会看邵氏，他说是香港做的。香港主要是一直要记得哦，以后法国人遇到你们，你们讲虚诺对不对？法国虚诺，台湾呢功夫，法国小朋友就是这样子跟你聊，那你要跟他聊什么啊？电影呀，法欧 cinema， 就是去电影院看看电影。中国传统以来的武侠片基本上就是招式片，所以我基本上思考这个问题就是，我感觉打斗太多像，我还是往写实上面，就是力道，让他们走。但是这个其实也不容易，因为你找不到一个恰当的。同学，好，所以最后我知道。好，那这边到此为止，就是大家会发现说，现在台湾或者是中国大陆或者是李安啊、侯孝贤拍的这些武侠片，以后都可能成为你跟法国人聊天或者是文化交流的桥梁哦。要多多认识自己的文化，还有知道自己文化怎么介绍。好，那今天就先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来，我们谢谢丽莎大哥。丽莎是不是很有刺？